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仔卵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连同是冤枉死，是安怎即马歌厅还阁查无消息？连同是谁甲你害死？你得转来甲我讲，你得转来甲我讲。也毋过，活着的人天头阁会坚强活落去。我求你，你别吃一点仔物件，好无？阿娘，那你来吃物件啦？我来饲你啦。阿娘袂晓。阿婆，你阿娘要食什么？去等下，我甲旁人去甲你煮，做汤来互你食。是安怎？我就是细汉的囝，我你无人，连同啊！灵通啊，中家命来死，招娘啊，母啊，囝头甲天啊，阿死啊，过去咯，真细腻，照地念香来接近伊，耳旁啊看到，我是真生气。见面甲伊请甲死，人面兽心里熬半戏，原来伫底用心记你。你来这创啥？我是来甲面通念香，顺续来看大嫂有需要我甲伊斗相共。唔免啦，我无需要人同情，你转去。面通伊过身，我心肝嘛是比什么人更加艰苦。艰苦？敢是？我看唔是啦，你心内伫咧偷笑对无？哈？你伫咧偷笑对无？人死是不能复生，你也唔通过头伤心。面通算起是我上亲的朋友，以后我会好好来照顾你母仔囝。多谢你。俗语有一句话，查某人是
家丈夫，出家丈夫，夫死长子。虽然我的翁婿死，也毋过我的囝，若大，同款是有恩的。亲像大嫂你遐尔啊讲，我相信你拄则讲过，你一定做得到。我想要清静一下，假使你若念香念了，请你回来，我清静一下，一杯。李建明，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款看法，我也一定要得到你。像啊，咱计划这么久啊，明通死啊，今仔厝内底你上大个呢，毋着赶紧去处理财产，无若门口手摆进去，看要安怎就好咧。哎呦，我煞晓袂记得伊啦。免人安尼做啦，嘿，人个死人就伫咧可怜啊。好恁家已经要共分财产，为了讲倒转来，你是人的长辈呢。你若讲真是安尼做哦，会去互厝边头尾人哦，大家加讲话。周大爷，那你即摆哪讲即款话咧？哦，是讲这明通哪会雄雄会死去？哈，敢会是你？你话是莫白讲哦。明通伊死啊，伊是死伫咧外庄头，也我头到尾是拢甲恁两人做伙哦。对，这点我听个做证。莫生气啦，莫生气，我毋是讲你啊。好，莫讲即桩代志。哎，紧啦，去找阿舅啦，去分财产啦，行，紧去啊！安尼做敢好？好啦，去啦。咱做人哦，都要较有良心的。李姐，我应该讲的话拢讲啊，即马无适合分财产。我知影真本无适合啦，啊，毋过早人拢嘛爱分呢，要无你要叫我讲啥话啊？李姐啊，我嘛知影这毋是你本人的意思。你是安怎要去听外口人讲我的有诶无？再转来甲我咧花啦！你即阵都莫管别人讲啥话嘛，但家我财产一半咧。好啦，即阵拢莫分啊，但是你爱将蛋开交互我做。啊，话讲一个倒转来，即嘛应该由我来管啦。阿树啊，你真哩酒看人家查某有足多代志，你无法度的啦。我较软食啦，也毋过这分财产的代志，是阮大官的意思，也是明通生前的决定，我袂用去违背。啊，讲来讲去，你嘛是唔肯。毋是毋肯啦，是时间还袂到。李姐，我安尼牵囝度命，辛辛苦苦，嘛是希望讲，看我的囝是毋是会当较紧大汉。等囡仔若是大汉，我财产会交互囡仔去处理啦。阿石啊，你管恁囝安怎管，我拢无意见，不过我的部分啊。你的部分我嘛是会管啊，就等你的囡仔，若是出头，若是大汉，我的财产分互囡仔去处理啦。哦，照你安尼讲，我一世人若无减，就做老孤骨啦。老孤骨是无要紧啦，啊无囝无财产人开，啊无财产我就老孤骨就无人开啊，安尼我哪袂万嘛啦？哦，较
早人讲你来陈家，就是要霸占陈家的财产，你才是落在人的喙中袂。倒位找解脱秘远，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较早人讲你来陈家，就是要霸占陈家的财产，你才是落在人的喙中袂。姐，你哪会听人讲迄落遐恶毒的话？等你若是囡仔出头，我著财产分互你，安尼好无？啊，就啊，是真分分就好啦。多位啊，看你平时看咩？你囡仔干啥？安尼看起来，你囡仔安怎啊？什么的？阿芳啊！哎，你早来看，无啥物好看啦。阿芳啊，你平常哪会受伤？我甲人相拍。你要哪会甲人相拍？我嘛无想要相拍，是你妈尔，我生气，我才甲人拍。你让人拍到我亲结婚，会听袂？对，你让人拍会听，人互你拍嘛是会听。你讲你让人拍到你听，安尼是我比你更较听。咱别人会安尼，心肝嘛是会听。你哪要甲人相拍？你囡仔人哪会这无乖？伊嘛是囡仔，为什么要骂尔？安尼也无做唔对，外口要安怎讲？又在意，你莫插伊嘛。燕哥，阿婆啊，少爷，莫去讲啊啦！小奶奶，咱莫大只啦，咱等下店里再讲，好不？去年啦。对，就是这囡仔拍俺小弟。阿爹啦，没事安啦。哎，是啥名？你小弟啊？是恁小弟无人教，是骂阮小奶奶呢？我小弟这佚佗是你家己的事，你谁来骂？啊，无你是麻烦大哦。你讲的够分寸的哦，别话啥你乱讲的。你老白讲，也要是死囡仔拍俺小弟拍到后，就对我都敢讲。你个死爸母教死囡仔啦！你是你个打我扫手机啦，放歹啦，去死大家看，啊，袂晓教这啊，去死啦！好啦，我甲你讲了，叫囡仔出来，我随便算了伊啦。你哪回来啊？放下，上柜啊！是安怎是？啊，就迄个死囡仔。好，唔免讲遐尔多。恁咱当这大路头，当这大细声，恁是要算啥？哎呦，迄囡仔！免得要加啰嗦。恁即马事家里面做多是安怎？恁若是讲我甲恁讲，恁无欢喜，恁不管是怎来说，是我死就是我分。是安怎？建筑你车无想？啊，你袂晓走呀，下嘛！你去做你的生意啦，下嘛！无啥好看啦，啊无去转去啦，等去做工啦，紧的啦，下嘛！又要紧。下嘛！莫徛到啦！大嫂，咱无需要甲惊人去计较，吼。你找查人，也要理我，也要理他。我看你做甲安尼，心肝在替你请。我虽然是较冷静，不过厝内的工课，所有代志，我也阁有法度处理。
这是你表面上讲的话。其实，我真了解你内心的痛苦。我有啥物通痛苦？你唔免搁再叫。就我看，你有需要找一个查甫人来甲你斗阵。你在讲啥物？就敢讲你无了解我对你的心意。就也是，你在讲啥物话？请你甲自重，你实在无应该对一个酒馆妇讲这个遮轻浮的话。我虽然是死人，也毋过我有囝，只要我牵我的囝会大汉，我啥物拢无，我一切拢无需要。小奶奶，囡仔困未？困啊！我在这陪你哈。唔免啦，你也拢早去休困，我踮喺遮安静一下。明通啊，你有听我咧叫你无？我只是想要甲你讲几句啊，我心肝内的话。拄则美芳的，真好意伫要陪我，我甲伊拒绝了，因为。我惊伊若讲着你，我会忍袂住，我会哭。我老美芳的发现我安尼无坚强，伊一定会烦恼。刘老。你若会帮我做入去，这个大头实在是太重了。明通，我担袂起。我伫咧下骹手人的面前，我得搁激做真勇敢，因为这个家，这个事业，拢靠我一个人。明通啊，我是查某人，我担袂起，我担袂起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要坚强。我要将当家的事业顾好，将咱的囝饲大。你爱宝贝，宝贝，给我勇气，给我有能力，给我一起落去。明通，我会做你看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
诶，啊那无看到，水足水足少年的头家娘啊！哦，伊今仔日哦，就是去办会啦。阮大概阮咱园来遮办会，拢嘛为着伊的。哦，伊啊尔啊搞，人生做个啊尔啊水个少年，都无翁真可惜哦。多谢啦，林刚有迎接过来。好，多谢多谢好。无啊，你家一个人伫厝。大家拢有地，只有一个人不出，无聊。阿姐，你跟我算好无？好啊，你想要算什么？你算这个啊，看到一只比较远啊。bon，这也无啥物通要算啊，也无安尼好无？阿姐带你来去另外一个所在算。好啊，不过袂呢，你怕伊不准我离开厝的。是啊，既然甲阿姐做伙哦，啥物代志拢无要紧，你放心，我若拄着你芳阿姨，我才甲伊讲就好。你一定要甲伊讲哦。你比较讨厌算哦，那算哦。你就好，我来海边去坐。阿姐带你来海边啊佚佗，你有欢喜？啊，我就欢喜。阿姐，海内底敢有鱼啊？无囡仔，无鱼阿姐带你来遮要创啥？紧，你紧去掠。哇，这个。你要等来安尼，有肉粽哦。阿崩啊！阿崩啊！你来等哦。阿崩啊！奇怪。阿你芳个都甲我讲，囡仔直定安尼耍，我也无去。你哪伫遮？敢有看到我的囡仔？讲来是，敢若我一个人。这囡仔会去倒位？你哪不爱入去看？阿崩啊！阿崩啊！
大囝，安尼啊，转来呢？呀，阿公啊，安尼啊，甲你买，你哪离开我房间？大嫂，就头一摆我见到你时，我就知道。你出去。咱二人婿已经过身去，连你的囝已经，你即马是一个，只剩我一个人会当入去。佮再讲，你本来就是我的人，就。你无听，你从啥？你今仔绝对走，我绝对要得到你的。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我会惊一久，我要哪会惊会开？惊会落心。咱的囝安尼细汉就无老爸，搁会无老母，你要叫伊安怎活？安怎住？啊，领导，领导。我要安怎行开到心哦？我会惊，我会惊。等开了，做了做。这里少年，这
你啥物我这个贱货摆你的查某？你两情我，你讲我几年的贱命，我将恁等家唯一的兄弟，我若是干大汉，我若是亲生的。我来等开的做的总的面前，我恁一家我在在，这谅解我，阿爹，阿娘。今仔开始是生不如死，为着你的囝，请你予我一点仔活落去的勇气，予我跟你的囝大，请你予我一点仔活的勇气，领导。小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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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婆阿姨，阿婆阿姨，阿婆阿祖，阿婆阿祖，小奶奶，阿婆阿姨啊，阿弟呀。小奶奶，哎呦，甲破林梦路，红也死，少年啊凄惨哦，无地比啊的，比人侮辱你。实在无写事，无法无天哦，你只有阿死啊的败名失切咯。死死的脚跪去，不过世囝要互谁请弟啊的。你芳啊雄雄来讲起，何不单行来做一时？阿招啊行一个哦，3分7撇来飞上天里。爹啊，小奶奶。代志演变到这个地步来啊，去请一个师公来甲这囡仔养养了。免啦，这囡仔是夭寿死的，免遮尔啊铺张啦。你哪会安尼？阮陈家有名望的人，命的清清彩彩的啦。这囡仔死啊，就用草树啊包包呆呆的，互伊较早出世嘛。更加袂用的。什么嘛去买厝啊较水的棺材？我讲用草树啊包包，你有听着无啊？你是咧讲啥？毋是你的囝，
你特别凊彩用嘲笑爸爸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你死查某囡仔，我讲一句你就甲应一句，你讨袂听你。啊，好啊好啊，你嘛应该差不多咧。少年为着这囡仔，哭到安尼死死昏去，恁连点仔可能都无，还搁当遮伫咧吵吵闹闹，恁哪敢袂伤过过分上？哦，你有哪真关心少年啊吼？你是咧啰嗦啥哩？我拜托你，你莫吵无啦。人囝才死尔，你是搁咧吵啥？要无，等下少年醒起来了后，才会去做主张。好啦，互阿蕉去注意就好啦。你也免伤过上，少年才毛你加家照顾一下。真是惨，啊，受遮大的刺激吼，我换阵想嘛站袂牢。你即摆身体真虚了，恁着爱记得了。即摆若醒起来吼，传一个小号食，伊才有体力，知无？真是多谢吼。我明仔早起会较早来啦，我会输早早摕台湾药仔来，着听身体，吼。啊，你着爱记得了，若醒起来吼，是煮一个小号食，伊才有体力，吼。我会记，我会记。会记得了吼。多谢吼。我来记。多谢。好好了。嘿。小奶奶，小奶奶，啊你哪会起来？你唔着紧困啊？囡仔，囡仔呢？你这阿妈袂转来困。小奶奶，会芳的，囡仔呢？有该洗骹手无？哪还袂要转来困啊？先生讲。先是讲，你若真心叫我煮一个小互你食，我来煮啊。会芳的，我袂晓啦。会芳的，啊，囡仔有食无？会芳的，你是安怎？有，囡仔有食。你把都要吼，我来煮一个烧互你食哦。你困啊，好无？你先要困，我袂晓啦。囡仔敢有食？小奶奶，啊你先困咧吼，你先倒咧，啊我来煮吼。找解脱避远，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无乖啊，敢若无乖，阿无倒来困。
응. 안녕하래 겨울이네. Cho cha kun 이게 과죠. 응? bunga quaya. Anh 보리 đây bằng gân của họ. Quaya. Anh tadi pangai panggung kuno. Ai ka poe. Quay. 아빠가 못 가요. 아니야, 가리 아빠가 공왜? 아빠가 나 뭐가 아니야 공호. 아니야, 자야 아빠가 호 시들에 중화대야 되는데요. 가요. 아빠 배팅하네. 아니지만 아빠가 내가 줘야 돼 홈호. 형기란 애지 저